雨桐 OK 吗？如果好的话，给我们个 sign。声音 OK 吗？各位伫线顶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时咱要用敬虔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全家围围伫主的面前三角的敬拜，请奏乐。耶和华伸冤的上帝啊，伸冤的上帝啊，求你显出光，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起来，互骄傲的人受应该受的报应。因为耶和华的确无弃杀伊的百姓，也无放离伊的产业。因为审判要照公义，心正直的人要拢第一。三角来吟圣诗。圣诗38首，圣诗38首，俄勒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吟全首。俄勒全能的主上帝，这花的光棍哦，你最的多亏了请求，你的俄勒尊重。要记的人，要进入伊的圣殿，让我当心欢喜虔诚。俄勒万物的主上帝，愿你是在伊，保护教导。
努力工作，愿望个保护你。伊的主爱甲怜悯，阮通常常夸过你，用心来想，主那做你的朋友，全然的手为辅助你，我着真难学了天父，学了伊大观念，世间情人拢着做啥，学了伫伊面前，因讲阿门，求主眼光看天天，愿愿学了伊的恩典。这是阮咱犹原徛的，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用，启用文13篇，启用文13篇也是诗篇42篇，伫圣诗后面1019页。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启用，我来启，兄弟来念。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亲像鹿迫切羡慕溪水，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永活的上帝。我什么时会到上帝面前去调变？我明日用目屎准饭吞，因一定问我，你的上帝伫倒位？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并欢喜称赞的声，大家收集。我对念这的代志，心非常悲伤。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是安怎伫我内面害惨？着仰望上帝，我犹久要称赞伊。因为伊是我的拯救的，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内面郁卒。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甲结文以及以撒的山效念你。你的瀑布出声，深烟甲深烟三呼应。你的波浪，你的大影引捌我。日时上主喜乐伊的慈爱。你是伊互我唱歌对诉我活命的上帝祈求。我要对上帝，我会照我讲。你若会袂记得我，我是安怎因为对敌的压迫悲伤口行？我会对着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因一定问我，你的上帝伫倒位？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是安怎伫我内面害惨？着仰望上帝，我犹久要称赞伊。因为伊是我的拯救的，我的上帝。咱同心压头三角来祈祷。万权能的天父，创造万美的主宰，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施恩带领，互台湾这块土地，伫全世界严肃的疫情中间，犹原互阮犹久享受你所赐的平安。阮感谢你，伫过去2个月中间，你有引带台湾渡过欠水、防疫破口的挑战。
凡看见人甲人关系的隔断，人心的惊吓甲摇动，虚假的消息甲论说，看见人类的有限等等，独独伫即个万事的中间，主显明你的救恩甲万美万安事，拢伫你的治理中。主愿感谢你，主愿看见即个将近末世的世代，有侪的事迷惑世界人心，价值观偏离主的教示。恳求你用无限的疼来激励我，互阮重新返倒转到主的恩典中，互阮明白遵行你的教示，追求灵性的提升，实践疼厝边，疼乡土，疼阮的环境，是为着互世间人搁较认捌你。恳求主用平安的真道来保守阮的教会甲肢体。互阮虽然伫疫情中间，犹原无袂记你通过网络，全家用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通过你的话的教示，互阮搁较认捌你。即时，我要恳求圣神保惠师临到阮的中间。虽然伫线顶，还佫阮要通过吴牧师阐明你的话语甲教示，真侪，阮搁来一礼拜，阮的人生会帮助。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即是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节到1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节到12节，记载伫和合本294页，汉语本237页。现着我来读上帝话讲：兄弟啊，论到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临到，甲咱才会自执归依，阮求恁，无论对神，还是对话，还是对批假冒阮的名的，求主的日现在到啦。讲主的日现在到啦，恁的心志无得快摇动，也无得惊吓，无论用什么事，一概无得互人引诱，因为迄日也未到。的确，大声有背教的事，甲迄个罪恶的人，就是沉沦的人出现。第4节，伊是做对的，也自高盘过一切称做上帝，甲受敬拜的，甚至坐伫上帝的殿，表明做上帝。我要甲恁伫地的时，捌将这个事甲恁讲，恁减袂记得嘛？但迄个阻挡因，互伊到伊的期才出现的，恁也知。因为不下的秘密已经在运动，独独现今有一个阻挡伊的直到迄个阻挡伊对中间除去。迄时，迄个不下的要出现，主耶稣要用伊的口气来灭伊，用伊临到的显现来毁灭伊。迄个不下的临到是照撒旦的运行。用一切的关联、新约甲假的调头，佮用一切不义的规矩行伫遐的得沉沦的，因为因无接纳真理的疼来得救。为着安尼，上帝将奇妙的运行降互因信白贼，互见若毋信真理，去欢喜不义的，拢受нед断。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这是要请吴牧师来正道，今仔要分享的主题：主的日子。主的日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帮咱扶持，不管咱现在伫倒落，求上帝圣神甲咱做伙伫地，求伊的话
真正落伫咱的心。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互阮通伫你的面前拍拜敬拜，求上帝帮助，互阮对你的话来得到启示，也常时对你圣神来得到智慧。主，阮要求你的智慧就甲阮做伙伫地，开启阮的耳孔，要听见伫早起时你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约略伫30当前，台湾的教会捌有发生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叫做1995年闰8月的事件。1995年迄当有一个真特别的时期，迄当有2个8月，这是旧历来看，因为这个日期、这个期间也真特别。大生是1990年孙大庭来台报道的时，伊伫国父纪念馆迄暗，伊讲伊有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中国的军队对新竹来上岸。过2天，有一位对美国转来，到台湾的伊传道，伊疫情传道，伫台湾四界传讲伊所看到的异象。伊讲伊看到北方兴起迄个大火，迄个火亲像大海涌，遐尼大，随时迄个火就要烧满全台湾。2天内底，伊伫台湾各地方的教会讲600几遍。后来搁较明确来表示，上帝要审判台湾，日期是伫1995年。咱会知影，伫1990年开始，台湾社会起真大的变化。戒毒戒严以后，学生运动、国会全面改选、农民运动、劳工运动、原住民行因土地运动。台湾过去长期受压制的这个声音渐渐解放。另外一方面，海峡两岸当时也已经将近40年军事的对立。当台湾的总统无搁洗酒，渐渐行往民主，两岸的情势也开始变化。1995年，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发表演讲。10月份开始，中国就用演习甲飞弹，企图要影响台湾，毋望影响伫1996年第一遍台湾人民直选总统的这个大选。后来这就称作台海危机。就是因为当年台湾内面、外口的这个情势，依靠过去原本只有伫台湾教会内底真小群流传的这个异常语言，一困头就互人放大来看待。1994年，哈利路亚神学院的院长叶英照伫异象中看见中国的军队对中正纪念堂用机关枪扫射人民。上年，新加坡基督院的刘在峰也同款伫疫上，伫迄个看见台湾发生战争。因为安尼，这个叶英照牧师就向上帝祈祷讲：若安尼，阮爱安怎？贝里斯才铺伫伊的脑海内底。所以，伫当年1994年的时阵，这个异象就被串联起来。迄就是1995年，上帝要借着中国军队入侵来审判台湾。听到异象的人，
爱移民去贝里斯，或是走去山顶。亲爱兄弟姊妹，咱爱知影，这是一个真明显违背圣经教示的一个异象甲预言。总是实际上却发生伫台湾侪教会的讲台顶头。我认为这也是台湾教会乱象之一。到现今，侪教会犹原搁伫迄个圣神充满、先知预言的乱象内底。然后，这个乱象大部分拢是出对无熟读圣经，对圣经一点仔了解就凭家己的意思，缀当时的感动凊彩来诠释的结果。但是，咱爱知什么会叫做上帝的审判，以及伊当时要来。伫圣经内底，不管是旧约就用耶和华的日子，新约就用主的日来表达。就亲像伫今仔日的圣经内底，保罗安尼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2节。兄弟啊，论到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临到，甲咱遮的自责归依，愿求恁，无论对神，也是对话，也是对批，假冒阮的名的，讲主的日现在到啦，恁的心是无得快摇动，也无得惊吓。对旧约来看，耶和华的日，这是上帝开始行动的日。等伊来，伊会公义审判，所以会有刑罚，会有拯救。简单来讲是安尼。上时耶和华的日，往往不知咧讲某一个特定的日，是指上帝介入人类历史，彰显伊作为的任何的时刻。因为安尼，就亲像伫圣经内底，咱读到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入迦南，就是因伫狩猎被异乡，互人讨放的，迄个时，拢会当称作耶和华的日。因为安尼，当咱读到新约的作者咧讲主的日，这就需要对旧约的传统来理解。总是新约的作者，特别保罗初代教会使徒，只有一项的无同。因咧讲主的日，毋是指所有上帝介入历史的时刻，因是专门咧指一个真特别也要来的日，就是基督再临。耶稣基督再来。就亲像保罗伫第1节所描述的，主搁来，以及甲咱做伙自责的迄时、迄日。当咱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咱会发现，即群信徒的困扰是主的日上万来啊！因为阮有一寡信主的同伴已经困去，已经死，总是主的日太也未来。总是伫保罗所写予因的第2章批内底，因的困扰是：嘿，主的日来啊！太遮紧，太遮紧。因为当时应该有一寡教师去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教导因讲，主的日现在到啦。这就是保罗伫遮所讲的，现在到啦。保罗伫遮。若照第2节的原文，通翻译做：你甲恁袂伫心思凊彩摇动，袂惊吓，不论照神，不论照话，不论照批，讲主的日已经到。所以保罗连续伫遮用5个原文，用5个否定词。
来表达伊对这项代志真严重的关心。伊讲：恁免惊吓，惊吓摇动啦，摇动。原文的意思拢是咧指一只船，互迄个风影、大风影安尼来，就走离岸边。换一句话来讲，保罗是咧对咱讲，假使啥物人伫讲的时宣传讲有神、圣神对伊讲，有话对因讲，连保罗也安尼讲，主的日来啊！恁听到这个话，唔通凊彩就互风影带恁抹走，亲像船离开岸边共款，去信因。事实上，咱唔知影这个教师因传讲的目的是啥物货？有诶，有可能是出于好意、热情；总是有诶，嘛有可能出于私心；总是因真明显来讲白贼。因真明显，因为托保罗的名写批，这就是真明显讲白贼。然后真明显讲白贼以外，因阁制造人心的惊吓。保罗安尼讲，唔通活伫惊吓内底。随后，亲爱兄弟姊妹，咱现今也真侪，互受这个假消息所影响，所以落落去惊吓的内底。圣经嘛一再咧对咱讲，唔免惊吓。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3节，无论用啥物法，一概无得互人引诱，因为迄日也未到，的确大声有未到的事，甲迄个罪恶的人，就是沉沦的人出现。保罗对咱讲，当主的日来时，有两项事一定会发生。和合本的翻译叫做离道反教，就是叛教。台语的翻译叫做背教。实际上，这字原文只是背叛。换一句话来讲，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政治上对当权者的背叛；第二种意思是信仰顶头背叛上帝。另外，还有不法的人，就是罪恶的人来出现。假使若照使徒约翰的讲法，这就是对敌基督的人。因为安尼，对第4节开始到第8节，保罗就咧描述这个罪恶的人，这个不法的人。第9节到12节，伊阁继续描述这个不法的人伊所做所带来的影响。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4节，保罗安尼写：伊是最对敌也自高，盘过一切称做上帝甲受敬拜的，甚至坐伫上帝殿，表明做上帝。保罗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罪恶的人、不法的人，这个对敌基督的人的特色。大声，伊是不法的人，意思是伊认为伊家己超越一切道德的法、国家的法、上帝的法。简单来讲是安尼，因为安尼，所以伊的结局是沉沦。伊的结局是沉沦。第二，伊是反对上帝，甚至将家己比骗做上帝。保罗用坐伫上帝殿内底来形容这个人。先来讲，伫上帝殿，就跟若过去王宫内底，王宫内底只有一个人会当坐咧，迄个就是迄个殿的王。所以伊讲伫上帝殿坐落来，就表示伊家己认为家己高高在上，甚至比上帝较大。爱人尊重伊的意思，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对敌基督的人。不过，这人是啥物人？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50到第6节，刷落去保罗安尼写：我要甲恁伫地时，捌将这个事甲恁讲，恁减袂记得吗？当迄个阻挡伊，互伊到伊的期才出现的，恁也知。圣经咧对咱讲，当保罗搁伫帖撒罗尼迦的时，捌亲嘴对因讲，这个不法的人会出现，然后伊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安尼，保罗感觉伊无需要伫遮搁写一遍。这就是保罗当时甲帖撒罗尼迦教会兄弟姊妹彼此互相中间的默契。咱也通讲是因双方当保罗安尼写，这个兄弟姊妹也知的代志，总是对后来读圣经的咱来讲，咱只会当承认讲，咱毋知影伊咧讲啥。简单来讲，咱毋知影保罗甲帖撒罗尼迦教会中间因所共同的认知是啥物货，咱毋知。所以，就亲像莫里斯这位神学家安尼讲，伊讲这段经文有可能是保罗书信内底上歹理解的一段。当然，伫历史顶头也引起侪的猜测。大圣伫遮使用不法的人，就是沉沦的人，这款的用词，上早伫圣经内底是出现伫但以理书。伫但以理书内底出现的是，主要是咧指主前第2世纪西流基王国的安提阿哥4世，伊带领军队攻入耶路撒冷，然后杀害城内当时所有的人，将圣殿改做希腊神殿，甚至伫祭坛顶头献上迄个通压乌的米。真侪人讲，伊是献一只猪啊！伫保罗的时期，当时是罗马帝国统一天下的时期。对奥古斯都开始，奥古斯都就推崇皇帝敬拜，因为伊是头一个封家己做神的王，所以伊爱人对伊来敬拜。刷落去，伫罗马的皇帝内底，尼禄开始迫害基督徒，直到约主后81年，多米田这位皇帝才迫害基督徒，宣告讲爱因讲该撒是主。新约教咧约保罗伫遮所讲的迄个不法的人，就是大罪人，可能是指当时主后40年迄个该撒加流。因为这条批约写伫主后的50年，就是51年，当时皇帝的崇拜也未大规模来推行，罗马的元老院搁伫个。无论安怎，不过不管安怎，这拢是猜测。总是对后许多的教会开始，侪基督徒就开始想要对当时的人物内底找到这个不法的人，就是大罪人，对着基督的信仰。所以，伫军事坦定大地以后，皇帝就无互基督徒看做是大罪人。后来，对着基督的这个名号就放伫遐个外族、蛮族的身躯顶头。伫中古世纪，对着基督是回教徒，后来才会引起十字军的东征。到中世纪，教宗腐败，因为安尼，改革宗的教会就将大罪人这个名号就放伫教宗的身躯顶头。总是咱过去的这2世纪，这个大罪人也是不法的人的候选名单。伫咱过去的200档内底，
就对宗教领袖转到政治领袖。所以，伫这份名单内底，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毛泽东以及现在的习近平，事实上拢伫这份名单内底。爱知影这份名单顶头的人，拢有一个特色，就是因当时拢掌握世间上一时极大的关系，甚至因认为因家己坐伫迄位比上帝更较大、更较值得人来尊重伊。总是保罗咧对咱讲，毋免惊因，因为因必然出现，也会受杀害。然后上尾，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8节来讲，迄个不法的要出现，主耶稣要用伊的口气来白伊，用伊临到的显现来毁谤伊。而且保罗是照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来对咱讲，虽然这个人，这个不法的人，这个对敌基督的人，一时畅行这个世间，总是当上帝公义审判来时，以赛亚书第11章第40节安尼讲，伊要用公义审判送向人，用正直捻断世上谦卑的人，用喙中的拐拍世界，用喙唇的气杀死歹人。因为安尼，当不法的人出现，邪恶黑暗布满地上。亲爱兄弟姊妹，真做基督徒的咱，要有智慧来判断，毋免去互这个使弄去，佮毋免走去山顶，也是贝里斯。因为亲爱兄弟姊妹，咱要知假使上帝若要审判咱，不管咱走去倒，拢无路用；不管走去倒，拢无路用。因为上帝审判，伊就会到。因为安尼，咱爱明白不法的人所带来的影响。这就是后来对第9节开始，保罗咧对咱讲的话。保罗安尼讲，这个不法的领导是照撒旦的运行，用一切关联信者甲假调头。保罗对咱讲，这个不法的人反叛是公开通看见的，所以咱看会到这个律法的制度、公义甲正信的信仰世界渐渐沉沦。对敌基督上大的特色，就是因会模仿基督。所以，当咱看见伫教会内底，若有人会当行神迹，会当讲方言，会当做逐款亲像真大的调头，请毋通着惊，也请毋通缀因行。换一句话来讲，咱爱有智慧来辨明，这是出对基督，也是撒旦。因为撒旦也会模仿基督的能力。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10节安尼讲，各用一切不义的诡计，行伫遐个得沉沦的，因为因无接纳真理的听来得救。什么是叫做不义的诡计？不义的诡计，简单来讲，原文的意思是，伫言语行为无下上帝要求。亲爱兄弟姊妹，这就叫做判定的标准。咱心内底要有一个尺，迄个尺就是咱有下上帝要求也无。这个时阵，咱爱知影，当咱信主了，咱生活的每一个选择，圣神拢会提醒咱，因为咱是属上帝的子儿，咱已经有伊
咱的性命已经有伊稳定的sign，有伊稳定的签名。总是独独只有撒旦，才会互咱另外一个声。迄个声是讲搁煞摊一个袂要紧啦。迄个声是讲偷看一个袂要紧啦。迄个声是讲输一开嘛袂要紧啦，当做交朋友啊。所以上，亲爱兄弟姊妹，这个声有可能拢是撒旦咧作怪，通互咱来沉沦。直到上尾，咱会无要义上帝的话；直到上尾，咱会听袂见遐会互咱的性命会得救的真理；直到上尾，咱会无接纳真理的听。等到一天到暗，只想要听一寡有诶无诶，这个有可能背后拢是撒旦咧作怪。基督教军营会主要的支持者，但董事长，这嘛是前布里达的董事长，伊当年相信这个预言，因为安尼，伊应该是差不多1994年，或是1993年的时，就到台湾尖石乡深山的所在，起一批厝体甲仓库。伫遐藏有侪的粮食甲印刷机，以免中国的军队来会当走去山顶。因为这项代志是伊甸基金会董事长陈俊良先生，伊捌亲眼看过。检测这也是互伊后来改变送教会车，总是车顶一定要印末日经啊。信耶稣得永生的字，迄群走去贝里斯移民的台湾基督徒，后来因为伫异乡无生不义，隔当台湾无发生战争，就纷纷渐渐地徙转来台湾。只有一位商业周刊的记者，伊收集教会内底这会流传的预言，佮结合当时台海的局势。写了一本册，这本册就叫做《1995闰8月》的这本册。第一当1995年，这本册卖30万本，破台湾出版业的纪录，就成做这场预言闹剧内底唯一赢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1节到12节，安尼讲。为着安尼，上帝将差谬的运行降互因信白贼，互既若毋信真理，去欢喜不义的，拢受нед断。亲爱的兄弟姊妹，人会犯错，人会信白贼，不要紧，因为这时常是出对一个引发错误的心、差谬的心，所以要紧的是，犯错了后，咱是毋是愿意真心改正？犯罪了后，咱是毋是愿意为家己的罪负责任？明白家己有罪，会晓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求讨赦免。假使咱也安尼，相信公义的上帝就袂将咱带到迄条受定罪的路哩。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引带，你保守。阮知主你的日当时到，阮毋知，因为安尼，求上帝帮助阮。互阮有愿望、有信心、有疼心，知影迄日一定要来，帮助阮，互阮会当真正清楚理解。当侪人讲主的日来啊，的时，阮通有清楚的判断。求上帝使阮清楚。
也求上帝帮赞，互阮永远有对你的毋忘。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要搁三甲来吟诗，圣诗587首。圣诗587首，我毋知明日会怎样。请起立吟全首。我不知明日会怎样，主带路，我免干扰。我无求，那日好日光，有时阵黑暗黑长，对将来我从我毋忘。主保守，别靠稳当，我大地甲主当脚步，伊在我头前路途。这事明日为临到，这事我的明了。我亲在主将官民人，伊看我一路行头，每一步哪行哪光明，亲像白黄金流水，我当打那飞上那去。那云彩灿烂光辉，伊所在主眼光普照，无目屎，眼无凄凉，地面的彩虹的尽头，情山鸟甲天山嘞。这事明日会临到，这事我的明了，我亲在主将官民人，伊看我一路行头，我不知将来的日子。是遥远，也是相比。既然主有样子照正，伊也会予我高扬。伊头前虽然有水火，有凄凉，也有苦悲。那有主引带我路转，伊保护甲我遮靠。
这主并以为灵高，这主我的名了，我亲在主将官民意，依靠我是路家头。请坐。这是来报告的大声，咱来看今仔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彼得后书3章第8到第9节，主看一日亲像1000年，1000年亲像一日。主无恩前，伫所应允，亲像人有的看做恩前的，就是宽容因。无爱有人沉沦，是爱人拢反悔。彼得后书3章第8到第9节，请。主看一日亲像1000年，1000年亲像一日。主无恩前，伫所应允，亲像人有的看做恩前的，就是宽容因。毋爱有人沉沦，是爱人拢反悔。彼得后书3章8节到9节。一日亲像1000年，1000年亲像一日。主无恩前，你所应允，亲像人有的看做恩前的，就是宽容恁。毋爱有人沉沦，是爱人拢反悔。彼得后书3章8到9节。这是来报告。下周的服侍，请服侍兄弟姊妹来特别来注意。小组的聚会，咱即目前拢也伫线顶吼，请来参与各组诶线顶的聚会。消息报告，本主日2022年中级的有选票已经陆续寄到咱会籍的在籍会员的厝里，请交选了后，伫8月14拜六中昼12点以前来查址接收。教会1楼咱的警卫室，咱有放即个投票箱吼，然后还未收到批信的会员，请来通知办公室。第二，主日线上的教学礼拜，请咱的家长陪伴咱的小朋友做伙来参与线顶的聚会，共同来敬拜。第三，参加线顶礼拜时，请兄弟特别爱注意，爱来伫线顶来签到，咱共同来共修主日礼拜。邀请会友，然后备办奉献，请装伫即个信封的袋仔内面，注明你的大名、日期，甲奉献的金额。然后外出的时，来到教会6楼，放伫咱的奉献箱。第五，董事会伫中昼12点要召开线顶的会议，请董事来出席参会伫线顶。下主日7月25是总会所定大众传播的主日，咱要欢迎戴宗仁牧师代表大众传播基金会来请安甲报告。大众传播基金会伫成立甲搭拄着侪的困难，转型期间，咱嘛有看起侪真大的成本。通过 YouTube 甲 FB 的网络来宣教的即个责任，期待兄弟姊妹，咱拢有份参与伫即个事工顶面，为即个事工来关心来倒。社会消息，因为疫情升温，中央防疫指挥中心已经发布命令，目前依然是伫第3级的境界内面，所以教会实体的礼拜，咱要到7月26了后，大概依然是伫线顶的礼拜吼。是毋是解封？就看迄个时阵防疫中心的公告，咱才来另行来通知。防疫期间的即个守则，请咱注意来看吼。咱共款室内，咱是5个人以内吼，室外爱莫超过10人的聚会，保持社交的距离。教会消息，
2021年下半年度受洗班咱开始因为疫情还未解封咱幼园采取线顶的上课。要受洗的兄弟姊妹，请敲电话到办公室来报名。2021年咱教会的圣经的读经的运动，请咱大家家己来看遵照这个进度，咱来读经。以上报告，牧师才要补充。而且我有2项代志来补充报告。头一项要邀请咱继续为着疫情来祈祷。毋望真正伫7月26号以后会当降级，上时咱也会当恢复实体礼拜。这项代志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一直关心，也一直来倒。然后假使来使，我嘛毋望后礼拜的周报顶头就会当报告这个好消息。不过到后礼拜进前，幼园咱搁伫迄个3级的防疫内底，所以我要请大家也是遵守这个3级的防疫的规矩甲办法，请继续为着这个台湾的疫情来祈祷。上时假使咱若轮到咱会当拍防疫的有风车，请咱着准备心，着去做。愿上帝帮咱，互咱伫这个注射的过程内底，无抵到过头的反应。我想18岁以上拢会当登记啊，所以我想咱教会应该真侪人，大部分的人拢有可能伫刷落来即几礼拜内底，甚至即几个月内底有可能着注会着有风车。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伫这个注射的过程拢会当平安。第2项代志，要邀请咱大家，我伫顶2礼拜开始就有开始祈祷小组。一开始我是招这个教会的小会员、长老，以及这个各区的遮个主要的遮几位姊妹，透过甲因做伙练习这个 RPG 的祈祷，我嘛毋望这个 RPG 的祈祷，就是小组的祈祷，祈祷小组会当推行伫咱的教会内底。因为安尼，我嘛要当然即摆慢慢咧推行，因为爱互更较侪人了解这会当安怎祈祷。因为安尼，透过2礼拜一遍，然后一遍差不多15分钟的互相祈祷，咱伫这个祈祷的过程内底，会当找到属灵的同伴。这就是这个祈祷运动，毋望会当推行伫咱的教会主要的原因。刷落去，假使咱若想讲要找牧师祈祷，欢迎你来找。愿上帝帮咱扶持，互祈祷成做咱共同的语言。这是来上营392首，上营392首，阿乐上帝万福本源。伊毋是煞，请牧师来祝祷。请记得吟转首。阿乐上帝万福本源，地上万民齐声称赞，天天声赛相赞万世。阿乐白行诚实上帝。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电乐灭倒。
请咱甲家人厝内的人互相祝福，耶稣听你，愿你平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耶稣爱你。